中市社会局结合着台湾省经济义工团，来创设着经济弱势者就业培养的基地，要来帮助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会当顺利就业，脱离着贫穷。 26岁小文来自单亲家庭，外妈带大汉的，半工半读有西餐饼级的牌。去年发现伊对照顾的服务冇兴趣，完成教务员初级班的教育训练，希望讲会使接单卖点心，改变未来生活。也是在认定计划里面，然后后来就也有去上课这样子。 为了帮助这款的弱势青年，台中市社会局结合社会资源，活化平价主体，创设经济弱势者就业培训基地，有专业的社工的服务。对，那因为我做的是手作包，当我很多产量的时候，我是把它去送给这些就是曾经有帮助我们的人。 社会局强调讲，去年已经辅导超过700个家庭，透过每个月发放生活的辅助金、社工陪伴加就业的辅导，协助因进入一般的就业市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